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带来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1月1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11月12号中国恒大在港交所公告说，法院指示取消原定于11月14日上午时举行之聆讯，即将申请押后。法院亦表示，聆讯日期很可能不会早于2025年2月20号。中国恒大将继续直至另行通知，也就是给恒大再延期3个月，中国恒大再能喘3个月的气实际上这么一次又一次的延也无济于事因为不光恒大日子过不下去，很多房企日子现在可以说是叫煎熬，叫度日如年。根据这个中指研究院的监测2023年初以来，已有23家上市房企退市，其中2023年为13家，2024年截至目前为10家。房地产风险蔓延已经到了新的阶段，上市房企集中退市不可避免。就现在仍有多家房企在停牌，未来仍将有多家房企退市。这个房企退市实际上也就宣布就结束了，因为一旦退市，它连这个遮羞布都没了。如果还有上市这个主体的资格，那好歹还可以讲故事，还可以融资，它那个股票再便宜，好歹还有价格，对吧？一旦退市它那个股票不流通，银行也不可能给这些企业去贷款，或者就不愿意、不心甘情愿的给他贷款，也就是影响其的融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都歇菜。说近期融创等房企债务重组，对于其他出险企业债务重组和风险化解有较强借鉴意义，折价回购、股转债转股等方式能够从源头减少债务，有助于企业真正走出债务危机，可以为房企争取恢复流动性的时间，以换取未来企业价值回升以及偿还债务的空间。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是有几个老板能够像融创的老板孙文斌这么果断呢？壮士断腕。我在节目里面反复强调就是融创它能债务重组成功境外债重组成功，当然他现在也在搞境内债重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孙老板他自己把自己钱拿出来，他让债权人相信他，然后他把那个自己的钱、大股东的钱拿出来去做担保，把资产去做抵押，让这些债权人给他一次机会，对吧？给他延长5年、9年。人就是说，大股东愿意与这些债权人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反过来再看很多房企老板他做不到这一点，他总把自己的资产藏着掖着，搞什么家族信托转移到海外，这个债权人又不傻，对吧？你自己不把钱拿出来共担风险，你就让债权人在这扛着，所以债权人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给你破产清算。但是我们也要话说回来就是孙老板这种做法，他也只是延缓，并不代表融创的风险就过去。融创现在进入执行阶段的这个资金就已经400多亿，拿什么钱还呢？随着这个房价的下跌，对吧？它的窟窿是越来越大，因为债是不变的，那个利息违约金还在滚雪球往上，但是它资产在缩水。这个一说大家就明白了，他手上有的东西都在缩水，这边背着债还在不停的在增加，怎么好得了？所以这个房地产报说出险房企债务重组成功将有助于缓释行业风险，但企业真正走出危机还需要市场回暖支持，也就是咱们这个节目一天到晚说的，就是韭菜不买房那谁也没治对吧？只有韭菜买房，这些房企才能真正的说缓过来，企业基本面获得改善后才能够避免重复展期，对吧？所以这个债搞来搞去就是展期，越展利息越多，你越展你房子卖不掉，那个价格越便宜。所以你看这么多房企暴雷，然后有这么多房企退市，现在没有暴雷没有退市的房企也是在苦苦挣扎就在暴雷的边缘。关于这个企业的债务危机，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有一个叫杭州房小团这个 UP 主他做了一个视频，他说债务危机太紧张，杭州一家房企名下整栋房源被法拍。大家看视频还是扛不住，杭州又一个楼盘被查封法拍。最近位于崇贤的祥生金航府上架一宗法拍，不过不是一套房子，而是整幢房源。据了解，金航府小区之前在拿地的时候就包含了 17% 的自持，房源包括17号楼的一半和18号楼这一整幢。结果小区交付才3年时间，这些原本由开发商祥生自持的房源就被查封了。本次即将拍卖的是17幢1单元和2单元101至104房源，一共84套房子，户型面积从98方至127方不等，整体评估价 2.4 亿，实际起拍价约 1.68 亿，相当于7折起拍。按照起拍价算下来，平均一套200多万，跟当时的新房备案价差不多。更离谱的是，这2幢楼3年物业费就欠了300多万。对祥生来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资产被拍卖，之前杭州总部办公室被查封法拍，当时以3000多万成交，现在又有资产被法拍，看来债务危机依然没有缓解。金航府这2幢楼虽然是被迫拍卖，但对受让人还是有严格限制的。
要求只能由企业受让，承继单一产权，不能分割登记，也不能变更自持性质。也就是说，两幢楼就算成交，也只能从祥生自持变成其他房企自持，哪个房企会来当这个冤大头呢？我思来想去，杭州安居集团之前发布了通告，征集包含自持商品房在内的存量商品房作为保障房，要求位置合适、面积合适、房源集中、手续齐全。这么一看，金航府这两幢楼还挺符合的，但也要看价格是否合适。你觉得这场拍卖结果会如何呢？从这个房小团他所说的啊，那至少说明杭州这个房企的日子也不好过。杭州的房地产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红火、热火朝天，对吧？这些房企也被债务拖垮。如果房子好卖，如果房子紧俏排队买，这些房企不至于这样。我记得北京的通州也有个金航府啊，当然具体什么样我不太清楚啊，没有去关注。最近啊，北京的有一个别墅啊，好像也在进行法拍中，100多套别墅啊，太和院子应该是太和集团，他的债权人好像是信达，这些豪宅纷纷被拍卖，就说明这后面的企业就是房企啊，它并没有得到缓解，反而资金链恐怕还在加剧崩塌呀，因为已经扛了好几年，实在扛不住了。就从这些消息啊，我们就可以知道，你这么多救市措施，实际上对房企来说啊，并没有改善多少，对吧？平常咱们老说的万科、万达，那也是苦苦求生啊。然后从今年6月份就开始传的小作文，还有很多经济学家，对吧？建议啊、监测说这个成立房地产银行，对吧？政府收这些开发商盖好的房子，然后用来做保障房。这个从4月份开始，好像早3月份就开始，这叫什么救市大招啊？结果你看啊，517是正式出台这个政策，那现在呢，整整6个月过去了，半年。这个中指研究院呢，他发了一个报道，叫超50城发布收储公告，9月底保障性住房再贷款余额各地收储工作整体进展较缓慢。根据中指监测，今年以来超50城发布收购存量房作为保障性住房的公告，但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截至9月末，用于收购存量商品房的3000亿保障性住房再贷款余额162亿元，较6月末仅增加41亿元，各地收储工作进展较为缓慢。你说这是不是叫奇闻？哎，这就是任泽平老师啊天天吹的，要各地啊成立这个房地产银行，政府收储。你看啊，央行也很大方，直接给了3000亿，各个地方政府啊拿着这个钱做杠杆资金，对吧？后面在这个商业银行啊再做配套资金，这他就能撬动更多的钱。不要小看这3000亿啊，这3000亿是再贷，这就他能撬动恐怕是1万亿。那按理来说啊，那搞了这个大半年，你就是说银行有3000亿让你拿，你早就拿走了。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地方政府啊热衷干这事，他早就把3000亿给你瓜分了，但嫌不够，天天打报告要增加额度。为什么这3000亿放在那没人动，6个月就花掉162亿，就只用了5%啊？这什么概念？95%都没人用。这个3个月啊，9月到6月这3个月一共只花了41亿，也就是517新政以后啊，用来收储的这个资金啊，只消耗了41亿，就说明这个政策到底受不受欢迎。50个城市都发布了收储公告，也就是我要收这样的房子，我这条件是，对吧？必须多少平米，什么位置，符合条件的我都收。但是为什么到现在只花出去41亿，那边是3000亿啊？这什么概念？这相当于1%，也就是这个政策典型的是雷声大雨点小，地方政府就是坚决拥护，马上落地，但是就是不执行。为什么呢？没有动力。你看我是不是每个节目天天都聊这一套？我说这个政府是不可能有动力干这事的，你让他干，他一定会说，对吧？坚决执行贯彻，但是他就没有动力，因为这是反人性的。政府本来就缺钱，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对吧？靠非税收入顶着，完了你还让他拿钱出来补贴这个保障房，你这个他最主要他没钱补贴啊。我们看看这个中指研究院他是怎么说的啊？他说国企收储未售新房将对市场产生多方面影响。第一，有利于加快保障性住房供给；第二，有利于市场库存去化；第三，本轮将收储对象定为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有利于促进房企加快项目竣工节奏；第四个，房企出售已建商品房，回笼资金可用于支持在建工程。说的都是貌似很有道理，实际上这是属于不动脑。你国企政府把房子收走了，这叫去库存啊！你房子在国家手上，那能叫去库存吗？房子只有到了韭菜手上，对吧？让韭菜每个人贷款，把按揭贷款给背上，这才叫去库存。你把房子让政府拿走了，让国企拿走，这叫去库存，你这不叫掩耳盗铃吗？所以说媒体啊，他只会说啊，跟胡一静老师是一样的，一切都是刚刚好，对吧？你出台什么政策都是恰到好处，那最终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出政策，一次又一次的恰到好处。事实上是数据在打脸，就是这么糊弄啊，对吧？有的
的经济学家他没有实操经验，他就是读书，书看得多，他实际上没有什么用。如果地方政府从这个事情上能赚钱，你看他这3000亿早就给弄走了。你地方政府从房企手上1万1平米收的房子，或者你5000卖给保障住房的，那5000谁担谁掏钱？这地方政府没钱，你这不是开玩笑吗？就越渴越吃盐呢。所以你要逼他，他就喊口号。那大家再想一想，你化债资金里面搞1万亿、2万亿收储，你用于收储的资金越多，意味着地方政府背的包袱越重，地方政府要掏的钱越多。你说这个政策是谁想出来的？我在以前节目说过了，地方政府他愿意重新搞一块地，他自己盖保障房的，盖保障房他没花钱，大家懂这个道理吧？就是反正他找块地，地很便宜，那就打算在这地上他没赚着钱，然后建安成本3000一平米，对吧？在建筑公司、房地产公司赚个5%，哎，他这个4000块钱卖给保障房可以，政府没掏钱，那地的成本很低，对吧？可以忽略不计，那政府愿意硬着头皮啊，咬着牙盖他多少套，这可以，对吧？这是俩概念。所以为什么地方政府你说让他建保障房，哎，他在那硬着头皮建，他多少要帮你贴点钱，因为那个土地你取得还是有成本，对吧？你就从农民手上5万1亩，那也要本钱呢。但是是不是比从那个开发商手上，对吧？市场价收要便宜得多啊？但是你说你从开发商那儿要便宜的时候，那开发商为什么卖给你，对吧？人家明明市场价1万，虽然卖不动，但人家是1万，你说3000收，人不给你啊。最近网上小作文又来了，这个格隆会11月12日说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称，中国政府计划降低市场购置相关税费，加大财政支持，重振房地产市场。知情人士称，中国监管机构正在研究一项提议，允许北京和上海等1线城市将购房契税从目前最高3%降至最低1%，在因城施策的原则下，各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自主权。这个咱们以前说过了啊，这个有可能是真的，因为上一次那个财政部部长，对吧？他在那个招待会上、记者新闻发布会上他说了，就是房地产相关的税费要做调整，但是具体多少调到多少，这个小作文说3%降到1%，这个有什么作用呢？大家回忆一下，这个和胡适降低印花税是一个道理。在牛市的时候，你降低印花税，那胡适他就更牛；熊市的时候降低印花税，那就是一天的行情。我想这个炒股的人都懂啊。那现在房地产是牛市还是熊市呢？但是你不管怎么说，它不是个利空政策，对吧？它总之它是个好事，但是你别指望着这个契税一降，大家都去冲进去买房子，这个不现实。下面这个政策恐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个财联社11月11日电，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积极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加大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力度，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使用专项债券资金用于收回、收购土地，应由纳入名录管理的土地储备机构具体实施。专项债券对应的土地储备项目中的储备地块，必须在全民所有土地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有储备地块标识码。这个优先收回、收购企业无力或无意愿继续开发，以供应未动工的住宅用地和商服用地，其他用途的土地进入司法或破产拍卖、变卖程序的土地，因低效用地再开发或基础设施等需收回的土地，以及动工地块中规划可分割暂未建设的部分，也可纳入收回收购范围。这又是人性的考验，就是政府专项债，你发这个专项债，比如说1个亿、10个亿，这是专项债，就专门干这个事的。那这10个亿干什么呢？就把政府以前卖给开发商的地开发商不是通过招拍挂嘛，把这地拿到手了，完了之后他没开发，政府可以把这地再收回来，但是以什么价格收，给多少利息，还是不给利息，这个又没说。当初这块地恒大是10个亿拍走的，你现在对吧，5年过去了，或者是10年过去了，你把这个地是按10个亿吗？还是10个亿再加这10年的利息？还是说给他一定的溢价？还是说按5个亿来买？因为这现在土地不值钱，就到底什么价收，跟那个收房子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他也没说清楚。第二个，这个从这个政府手上招拍挂把地拿走，那是市场行为，那是竞争对吧？很多企业一起去竞价嘛，价高者得，我觉得这是市场行为。但是如果政府要把这个地再收回去，对吧？这里面就有好大的问题，跟那个收房子一样，操作的不好，它就变成利益输送。因为政府把这个专项债，那是相当于是国家的，相当于是咱们全民，那地到了开发商手上，那是个人，对吧？是一小部分人，这中间交易你怎么保证公平？既不要占人家私人
企业的便宜，又不能做到利益输送，对吧？这个又是一个道德风险。所以基于这个考虑啊，我认为地方政府很有可能收国企身上的房子。本来那个国企啊，把那房子拿去，大家知道吧？那都是为了刷业绩。哎，地方政府他把这地挂出去，没人买，因为房地产现在低迷，那民企这开发商他也不愿意去拿地，但是地方政府也要把这地卖掉，卖掉有钱回来后给大家发工资啊，所以只好那国企啊硬着头皮啊把那地拿了之后再抵押给银行，从银行贷款。实际上你看，相当于把这地变相的押到银行，从银行拿到钱回来发工资。那现在好了，你发个专项债，把这个国企给他解救了，哎，再从国企身上把地买回来，国企拿着钱把银行账还掉。国企嘛和政府那是左口袋倒右口袋，那都是肉啊烂在锅里面，你看看是不是就是挪来挪去的？第二个就是假设是民企开发商手上的土地，那地方政府他把它收回去干什么？如果这个地一开发，对吧？它是稀缺资源，那位置好，大家想一想，如果是这样的地块，那民企开发商自己能卖得掉啊，对吧？他反手转给那个保利，就这样的地一开发，保证赚钱的，那都是日光盘，对吧？这个位置好啊，那这个地根本就不愁卖。换句说法，对吧？你看那个融创，它不是暴雷了吗？它在上海什么董家渡项目，什么这个项目那个项目，马上就被人家拿走，人家一开发出来就是日光盘，对吧？一天卖120多亿，所以有理由相信啊，这些开发商不开发的土地，十有八九是鸡肋，开发了赔钱，是不开发保证赚钱，那他早就想方设法借钱开发，要么把这地优质资产，那这就是优质资产，一定是会打包卖出去的，换钱回来。他到现在没卖，还在开发商手上，那就说明这个甩不掉啊。那你看看政府来拿这个地是为什么？这不又是违反市场规律吗？所以说我就不知道这个主意啊到底谁出的。这个实际上就是可以给国企解决问题啊，这个肯定的，各个地方政府国企啊刷单拿的那些地背在自己名下好几块地，他当然不会开发，他本来准备市场行情好的时候转手卖给民企就完了，对吧？加点利息，再加点利润，哪知道现在市场行情一直不涨，对吧？房地产一直低迷，套在自己手上，这民营房企也无力开发，都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那现在发这个专项债，相当于把这个国企啊给解救了。那你所以说啊，你说它没用吧，它有点用；你说有用吧，它只对国企有用。哎，这个专项债利息低啊，对吧？那国企把这个地押给银行，那个利息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你看，用低利息的换高利息的，完了之后用长期的那国债时间可以长，这专项债也可以时间长，长期的债替换那个银行的短期债，银行恐怕就是3年的，这就跟那个收房子是一个道理。如果开发商拍的那块地不太好，当年是楼市火爆的时候，他就为了抢，对吧？你抢到地你就赚钱，所以抢了这个地，但是这个地块实际上位置不好，那现在你盖房子你也卖不，那政府把这地收回去，请问要做什么？当年卖房子政府拿的钱已经发工资发掉了，现在又拿债去把它收回去，那相当于这个那债以后也要还呢，你拿什么还？你搞了一块这么地开发不了，开发了要赔钱。所以你看啊，我不知道这谁出的主意，我相信啊，这个地方政府恐怕也不会那么傻，所以他那个专项债估计10有8九是收这个国企的，还是解决自己的问题。哎，这国企没有负担了吧？那接着他地方政府又可以拍地啊，国企你接着就替他把地拿走，接着给银行再来一遍嘛。所以你看看，所以出这个政策的人，出这个主意的人啊，就不知道安的什么心呢。我们再看2个新闻啊，一个是河南郑州啊，又搞事啊，今天是啊，很多媒体都在报道，一个是头条新闻，什么风闻社区极目新闻啊，很多媒体都在转载啊，说这个河南郑州啊，女子贷款近1400万买大平层，月供超7万，那是有钱人呐。在郑州啊，11月11号发布的，一个女子啊，主要贷款1400万买这个大平层，1个月还7万，然后家人知情后崩溃，说根本还不上，这是个天文数字。然后家人说啊，他有精神疾病，犯病狂花钱，但是这个开发企业说啊，不知情，需法院做精神鉴定。大家看视频啊，总共贷了将近1400万，花完钱之后我就感觉很舒服，很开心。每个月要还多少呀？7万多，还了几个月之后就发现根本就还不上。他这病一犯起来都是这样狂花钱，我都没见过这天文数字。这个我觉得啊，这个真叫神奇的河南，这神奇的郑州啊！你这个还要做什么精神鉴定啊？我觉得是应该把这个办贷款的这些人做精神鉴定，查一查吧，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猫腻啊？这个女子啊，月薪只有4000块，就是1个月打工只能赚4000，她是怎么贷款1400万的？这里面有问题，好好查一查，不是查这个女的有没有精神疾病，而是查一查谁给她办的贷款，这不是坑人吗？你1个月合着赚4000，1个月还按揭贷款还7万，怎么还？所以这个开发商、这个中介、这个银行好好查一下，这就叫不择手段，为了卖房子。最后我们再看一看啊，这个新浪财经报道啊，它是转发叫每日经济新闻，2024年11月12号说，楼龄30多年，
同意率超90，4个多月项目认停滞。深圳首个自拆自建项目在哪里？跟着这个报道啊，他说深圳首个自拆自建项目楼龄近40年，同意率超过90%。一系列标签下，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街道港花园一度引发广泛关注。今年6月，红港花园发布通告，拟启动自筹资金改造摸底等调查，但4个多月过去了，仍未正式推进。项目当前采用居民主体、政府统筹方式，虽然前期同意率较高，但到具体洽谈出资情况、户型设计等问题时，业主间仍存在较大分歧。这是深圳首个自拆自建项目，如国内其他地区的旧改项目也存在差异。11月11日上午，红港花园片区房产中介杜涛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同日上午，清水河街道工作人员美经记者表示，红港花园旧改项目具体执行方案还没有出来，所以暂时没有可以对外公布的信息，得等具体推进政策出来后才会有后续。城市更新网总经理向美经记者指出，自拆自建是一个民间的称呼，我更愿意把自拆自建成为自主更新。自主更新是业主主导的政府、社会、市场多元合作实施模式。真正的自主更新要想离不开真正的城市更新前期服务商。有居民向美经记者表示，目前绝大多数居民已同意拆迁，但什么时候拆不知道，主要受限于需要出多少钱、户型设计是否需要配建停车场等问题。美经记者注意到，近年来上海市徐汇区曹溪3村项目、北京市西城区画皮厂胡同8号楼项目等均实施过原拆原建。在部分业内人士看来，原拆原建能否顺利落地，除了居民本身意愿外，还与资金支持、规划设计的保障等因素息息相关。截至2024年11月11号，深圳市拆除重建类居改计划立项共29个，到实施主体确认公示阶段仅15个，占比51%，整体更新实施率较低。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拆原建、自主更新这些概念都挺好的，实际上要落地的话太难，对吧？这么多居民啊，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怎么统一，对吧？还要人出钱，出多少？如果你不要人出钱，那简单，工作好做一点。每家每户还要出钱，那出钱了呢，他就得提要求，所以这个工作量啊，这种矛盾想一想，对吧？就我记得几个月前啊，还有很多人跑到杭州买房，对吧？就是炒这个原拆原建。原拆原建这个政策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跑去买老破小，等着原拆原建。你看看深圳这个原拆原建，90%人同意，拆了5个月都没有一丝动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个原拆原建恐怕每个项目都不一样，对吧？即便北京或者某个地方搞成了，不代表你那地方能搞得成。所以说奔着原拆原建去炒房的，恐怕也要失望。就是这个红港花园呢，美经记者探访说距离首次摸底已经过去4个多月，具体执行方案未能落地。我个人认为这个项目后续还是会正常拆，只是目前在统筹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并不是所有业主都愿意出钱。美经记者探访了解，目前小区内在售房源单价约4万元每平米，比如一套70平米的房源挂牌价280万，折合单价约4万元每平米。因为有拆迁预期，所以现在业主议价空间并不大，很多业主都是卖得出去就卖，卖不出去就等着拆迁的心态。所以这些业主他还有卖的选择，所以你要是让他出钱，他就在琢磨，如果那个房子能升值，你让他出点钱还可以；如果那房子不能升值，就房价要降，他还往里搭钱，那为什么？所以他家那房子就这么出租，不挺好的吗？没有人会往一个贬值的资产里面扔钱的。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